句子。你是哪国人？我是中国人。你是上海人吗？我不是上海人。他是谁？第一部分，词语。请。问。是。哪？国。人。专有名词。中国。美国。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张华。你呢？我叫马克。你是哪国人？我是中国人。你是哪国人？我是美国人。很高兴认识你。我也很高兴认识你。第二部分。词语。谁？同学。对。学习。学。英语。专有名词。上海。北京。课文2。张华，你是上海人吗？我不是上海人，我是北京人。他是谁？他是我同学。他也是北京人吗？对，我们都是北京人。你们学习什么？我们学习英语。